确立了绝对性利益，坚持做到两个维度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满怀豪情，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现在向我们走来的依次是国旗方队、国徽方队、领袖像方队、徽标方队。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深切关怀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把西藏工作放在了和国家民族人民的负责任之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底线，顽不奋进，顽强拼搏，砥砺前行。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迈进新步伐。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徽标巧妙勾勒出60字中飘扬的五星红旗象征繁荣昌盛的祖国主题，是西藏特殊关怀、悉心呵护、复兴号新农村等，代表了60年来西藏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题词“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标语，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殷嘱托和深切期望，生动展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想，牢记总书记所望向的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心。现在向我们走来的依次是解放军方队、武警方队、政法干警方队、女民兵方队。人民解放军始终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捍卫西藏长治久安的钢铁长城，
从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到保卫西藏、建设西藏，金珠把你继承发扬老西藏精神，出色践行领导指挥、能打胜仗、做工优良的长期目标，用忠诚和热血为西藏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铸就了不朽丰碑。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守护高原和谐与安宁，积极履行使命任务，勇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他们带着荣耀与辉煌，向着西藏更加美好的明天奋勇前行。干警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无论是城市街区还是乡村牧场，都有他们坚定的眼神。他们以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续写着忠诚与担当，让警徽在高原大地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民兵是打赢新时代人民战争的重要力量，来自西藏各行各业的巾帼栋梁，不仅成为了高原上青春亮丽的一抹红霞，更是新时代西藏女性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的光荣敬礼。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更加关心关爱西藏各族人民。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的民主、稳定、发展、生态、强推4件大计，提出了西藏安定治安和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的基础。自治区党委坚持3个不能、1个有意义的总要求，将4件大事具体化为4个创建的奋斗目标，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戮力同心，拼搏进取，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西藏建设的新局面。今天的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民生改善，宗教和谐，生态良好，辉煌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这些人民的气魄，最终的态度。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核心、全党核心的领航者，在于习近平新时代
党的制造方略在西藏落地生根的结果，是对口支援省市、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及人民团体、中央企业和全国人民无私援助、鼎力支持的结果。西藏各族儿女发自内心的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中央，感谢全国人民。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和道路奋勇前进，努力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梦想梦盛装的群众笑靥如花，七支优雅的黑警色翩翩起舞，绿地守护之城永康地势抬头归。现代化的桥路水电四通八达，南北山绿化工程绵延群山，千年古城在保护更新中焕发新生，熠熠生辉，生动见证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谱写新时代的团结华章。幸福拉萨更加可感可及。以拉萨传统服饰为基础，融合现代元素，以格桑花开阵型，每个人的脸上呢都洋溢着美好幸福的灿烂笑容，用欢快的舞蹈表达拉萨各族儿女
向南面开放中型的城市，80万1平米，这个自信、开放、包容的良好。因此，扩大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创新天。做出重要指示，自治区党委政府迅速行动抗震救灾，一番感到八方支援，党的关怀暖人心，受灾群众很快搬进了新居。再看表演者们迈着浑浑壮阔的脚鞋，在传统古典音乐中展开一场热闹的博是中国，世源书香，30里外亚龙门。
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斯全体出席人的重要回忆精神的鼓舞下，24万民学民像花牵着蓝红大好旗帜，全力服务保障川赣铁路、亚洲下游水电开发等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奋力绘就人间桃源幸福民知的壮美大卷。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不幸福，体现各国儿女紧跟中国共产党，创造美好幸福的精神内涵。在热情悠扬的旋律下，舞者与音乐融为一体，传统与时尚交相辉映，天人地方的一表圆满的人形，迎上前世的大团结，人与自然无时不生的感觉。
的大学。现在天南生活网域，在大陆地球上2个地点，在两地在文物和大如何包围和悠久历史。西藏公路、西藏铁路的5条生命线，宛如多彩的海牙，洋溢在人们幸福的笑脸上。以毛牛为主题，展现了51万羌长儿女海拔高、境界更高的拼搏精神。
12万阿里各族儿女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获让前行。阿里文化与革命化和汉代丝绸纹样交相辉映，诉说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厚的历史渊源。新时代的阿里以稳定固稳、以发展破局、以生态立地、以强边纵横，书写了世界屋脊之屋脊的发展进步新篇章。回首过去，我们无比自豪；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怀。现在，正与着西藏各族儿女团结共进、共有梦想的走向未来主题赛车向我们驶来，顶端展示着金色法规，现为强大的各种大先锋行业。华大中国节、中国舞，展现着中华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西湖西藏，扎西德勒，是西藏各族人民向着未来奋勇前行的美好祝愿。恢宏的进程和伟大的成就昭示我们。
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才有更加美好的明天，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才会更加幸福。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刻领悟两个建的决心性，坚持做到两个维护，聚焦四件大事，具体四个创建，同时写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朝着中国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奋勇前进。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西藏民族更加美好，珍惜和乐。春风一路有阳光，是我们的理想。兄弟姐妹手拉手，举起一家。56个民族chung起一家，就像百花染绿生活。